主后2024年4月初6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福音奥秘的力量。圣经咱做来听读，以弗所书第3章第10到13节。因为安尼，我保罗为着恁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囚犯，替恁对上帝祈求。恁一定有听到，为着恁，上帝对伊的恩典有委托我即个职务。上帝有将伊的奥秘启示互我知，我已经有简略写即个代志。恁读了就会明白我对基督奥秘的了解。即个奥秘伫过去的世代无互人知，现在上帝通过圣神已经有对伊的圣使徒甲先知启示。即个奥秘是安尼：外邦人通过福音，通甲犹太人平平做承接人，平平属一个身体，甲基督耶稣结连，平平承受上帝的应允。对上帝特别的恩赐，通过伊大能力的运行，我诚做福音的册用。我伫上帝所有的子民中是第一美色，伊竟然赐我特别的恩典，通将基督算袂了的丰富的福音传互外邦人，通互所有的人明白上帝安怎实现伊的奥秘。创造万有的上帝，伫过去的世代有将即个奥秘稳捌起来，是要伫现今的世代，通过教会，互天界的统领者、管理者，拢通认捌上帝逐款的智慧。上帝安尼做，是根据伊永远的旨意。即个旨意已经通过咱的主基督耶稣实现啦。甲基督结连，通过对伊的信，咱通充满信心，好胆就近上帝。所以，请恁毋免因为我为着恁受苦来艰苦心，其实这是恁的光荣。福音奥秘的力量。以弗所书是保罗的工作批信之一，这是伊伫耶路撒冷受掠、上诉罗马皇帝了后，伫罗马封关的时书写的，连转交互亚细亚教会的信徒。保罗伫批信中讲到，伊的身份是为着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家仇。表面上看，保罗是伫监牢做囚犯，伊却自称是做耶稣基督的家仇。保罗要表达的是，伊为着基督甘愿失去自由。只要信徒看清楚伊受关的真义，佮用正确的态度来看即个代志，就当认捌基督徒生活的荣耀。使徒行传讲到，保罗坚持要向罗马皇帝上诉。学者认为有一部分原因是要闪避犹太人的追杀，另外一部分也是为着要宣扬福音。保罗知影罗马伫规个罗马帝国的重要性，因为安尼，伊虽然受囚禁，也正面看即个代志。为着向外邦人宣扬福音，保罗甘愿做基督耶稣的囚犯，努力互两个无共族群拢会当做伙享受上帝的福德，经历国外的基督所带来生命的更新甲改变。保罗伫往大马士革的路上，亲身经历国外的基督，互伊的身份对迫害基督徒的宗教激进分子，变成向外邦人宣教的使徒。这拄好是福音奥秘的力量带来的改变。
保罗对坚守犹太传统的法利赛派门徒，诚做向外邦传福音的使徒，这是互人惊讶的改变。福音奥秘的力量来自各我基督的大能，伊互人看法自我限制，看见伫上帝福德中，人并无分彼此。人的限制往往是掠家己做中心，甲家己相类似的看做是家己人，甲家己无共的人看做是异类，搁排拒在外。这是因为福音的奥秘，互初来教会的外邦人和犹太人，会当伫主内互相做肢体，同享上帝的恩典。也因为安尼，早期宣教师甘愿远渡中洋来台湾，互咱听信福音，领受上款的恩典。福音的重要本质，拄好是互人不分异同，拢会当享受恩典。早期宣教师向台湾人传福音，建立后来的台湾基督长教会，因看法、语言、文化的界限，用传福音做一生使命，甲台湾当做家己的家乡。袂少宣教师的厝呢的人，因为疾病死踮台湾，也有真侪宣教师也为着台湾鞠躬尽瘁，行完一生。马偕阁宣告台湾是伊最后的徛家。对因来讲，这并毋是牺牲，是经历福音奥秘的力量，找到全新的认同。回顾保罗和正宣教师的一生，咱也通效法因，学习成做现代社会的福音使者。试想家己会通安怎伫台湾，也是看文化区域，互人做伙经历福音奥秘的力量。默想，什么款的宣教经验互人心动？我通安怎参与宣扬福音奥秘的行列？什么款的宣教经验互人心动？我通安怎参与宣教福音奥秘的行列？咱来祈祷，怜悯世间人的上帝，感谢你过去感动真侪福音的使者来到台湾，互阮有份伫你救赎的恩典。恳求你，互我也会当效法保罗和宣教师的奉献精神，学习成做福音使者，伫有限的生命中经历福音改变人的心的奥秘。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